国际新闻赶紧来关心，印度是发生真严重人打人打死人的事件。这是伫北平的北部一场宗教的集会所在，来参加的人数是超过许可的人数。结果呢，有人烧鸭跋倒了后，就发生烧贴、烧钱、烧打，上无有造成116个人死亡。 看车顶头装满尸体，这场宗教集会造成大量的死伤，其中真侪是妇女跟囡仔，是印度近年来上严重的吞打悲剧之一。जो खत्म है गए फिर जो लोग वागन ने खींचे वो तो 随着一个北园邦的这场宗教集会，主办人是被核准会当接受5000人参加，让五秒所来超过15000人。这个邦的高级官员讲，活动结束了，有一人信徒开始向舞台方向一直杀过去，伸手想要往舞台顶行来传道者，才会发生意外。 जो मुझे डॉक्टरों ने बताया है कि लगभग 50 से 60 के आसपास की एक फिगर 现场真混乱，死者遗体被搬出了，一个真侪个人的随身物品留伫咧现场。 ये पता ही नहीं सब संगत में इधर को लोग बाग गए हैं वो पता ना क्या हुआ क्या ना हुआ। 印度过去就不定发生这种宗教集会吞打的死亡意外，参加的人伤多，主办单位无做好人数控管。像2013年中部吞打事件造成115人死亡，2008年250人死亡，2005年是340人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